落石10你嘅相片類似咁樣嘅對比就會方便色盲人士去辨別按鈕嘅開啟或者關閉。年8月5日下午12點42 Touch phone 帶有圖標和文 Touch phone 你嘅影片3分鐘45秒年 Touch phone 相片選擇器第一張上兩張20你嘅影片日周3分鐘關閉電池電量27%慳電九龍工業學校 Y17SS4 直線距離顯示通知上午10點25 8月5日周二關閉上午10點25 8月5日周二今日再沒有行程跳咗格，顯示通知即係全部錄音機關閉錄音機我都係上午10點8月5日周二順關閉上午10點次序5日周二今日再沒有去掃關閉嘅。九龍工業學校 Y17SS 直線距離16.6公里嗱，依家掃到3次掃到第一次直線距離嘅時候， 16.6公里即係掃到前面嗰兩個，即係第三個即係跳過咗， 16.6公里九龍工業學校 Y17SS 481 8月5日周二今日就會有呢今日情無行程況出現。 88通知中心上午10點25呢個都係我順住次序掃嘅。九龍工業學校 Y17SS 481通知中心一跳就跳咗兩個，清除通知中心日曆2分組之後我翻轉頭5分鐘前捷徑日曆2分組清除通知中心順住次序16.6公里16.6公里16.6公里係掃通知中心都掃唔到翻今日再沒有行程今日無行程轉頭上午10點26 8月5日周二今日再沒有行程今日無行程直線距離上午10點26嗱，跳咗第一個頭先，九龍工業學校 Y17SS 481直線距離第二個通知中心第三個冇咗啦，咁樣。 2分組8月7日徑內的30捷徑35分鐘前落石2分組2小時前梁翠一捷徑日曆其他啲就冇呢個問題嘅，即係只係九龍工業學校 data 通上午10點26九龍工業學校 Y17 遇到呢個問題，九龍工業學校直線距離16.6公里即係話其他 Apps 係鎖定畫面啦，或者頭先個通知後尾就冇跳過嘅問題嘅。呢個天氣就係頭先講到嘅三角形箭嘴向上附近打三角形箭嘴向上三角形箭嘴向上箭嘴向上附近三角形箭嗰個嘴向上文字標籤展開咗關閉咗，佢都有提示325度一樣嘅文字提示，即係我哋又唔知佢係關咗定開咗嘅咁樣。 24度、29度、8月5日24度、8月6日3天氣呢個頭先講嘅中間嗰個有雲、太陽或者有雨，就掃唔到去中間，所以我哋就聽唔到嗰度嘅資訊。收藏車站、巴士小巴。咁依家呢個就係頭先視頻開頭講到嗰度嘅問題，就係話白色底即係開啟咗就變咗黃色，咁就嗰個對比係唔明顯嘅，即係顏色都係叫做無障礙功能嘅一項咁樣咯。菜單附實菜單菜訂閱支持收藏車站菜單花都廣場黃機場地面運輸第7個站花都廣即加再清晰嘅對比咧，對於弱視嘅朋友嚟講就會好有幫助啦。即係如果佢白色底開咗嘅話，變咗黃色，嗰個對比唔明顯，就好似睇唔到嘅咁樣。如果將佢唔變成深藍色或者黑色，咁嗰個對比度就會強好多。一望落去，一掃落去，呢個功能原來開咗嘅咁樣，或者關咗嘅咁樣，即係會好明顯。係啦，咁data通暫時都係呢啲嘅無障礙功能嘅優化改善咁樣咯，係咯，唔該晒你哋，加油加油！